起立！欢迎各位准时收看《型男大主厨》，欢迎准时收看《一次要豆苗》。哇，说到曾国城啊，我觉得晨应该是现在国内第一把交椅的主持人。对，他的热情一直都在，他是一个过动儿，对，他停不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哪来那么多精力啊？主持风格非常的成熟稳健，他是自己在家里面就已经开始做功课，在飞机上也做功课，去到国外主持的休闲的时间，他也是在做功课。他是一个很认真的演员，我只能这么说。只要一眼看到曾国城，你很难对他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私底下跟节目里几乎是一样的。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的老师，还是个好的朋友。为什么？他反应很快，身材很高挑，然后他也是难得在这个综艺圈里面的帅哥。他就是一个大男孩，很难想象一个40多岁的人竟然还会像大男孩一样。我跟他互动，做这个型男主厨节目那么久，只有2个字形容：用心。一个家暴倾向就可以拿教我。你是要这是顺我还是逆子？其实，在电视圈呢，大部分的人对曾国城的第一印象都是小气。可是我个人认为呢，小气没有不好。为什么？因为有这么多的人，你要人家对你有印象，有些人特别矮，有些人就特别花心。但是程只要提到他的小气，很多的节目可以一说再说，这也让大家印象深刻啊。通俗点讲法就是小气，但这个小气偏偏就是一个客家人非常好的美德。一方面也是因为他非常聪明，我们说他是有80%、90%的这种天分的演员。那但是他不是因为这样就成功，不是因为他聪明所以他能够成功，是因为他私底下的在我们没有看到的那一面是他相当认真。他遇到工作的时候，当他认真起来的时候，那个脸是我没有看过的，可能我想很多观众也没有看过，因为那是私底下他对于工作的认真。所以，我切入的点有很多，不管是电视、电影、广播、舞台，甚至唱片，基本上都参与。不管是主持型男大主厨，那种把美食跟风趣跟幽默生活混合在一起，或者是一代女皇。本身我很喜欢一代女王里面，她其实经历过她自己有了家庭有了小孩之后，她来面对处理很多的感情的问题也好，婚姻的问题也好，两性的议题也好，我觉得程她用非常的生活化的一些历练，然后转为他一些风趣幽默的表达方式，然后给人一种很睿智的感觉。身为家中的长子，曾国城却没有照父母的期望，安分守己的做个公务员。他形容自己当时就像飞蛾扑火般，坚持往演艺圈闯荡，凭着一股不服输的信念与必须分摊经济重担的压力，他只有比别人更拼，才有机会出头。当我的爸妈实在是不容易，因为我的工作生活形态跟他们认知的都不一样。传统客家的父母亲一定希望孩子是稳定的公务员或者是什么师，有没有？律师、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法师，对，开玩笑。但是他是什么是固定的工作嘛，稳定的收入嘛，能够照顾一家无虞嘛，对不对？我这个工作没办法。这工作当初完全是满腔热忱的参与，就是朝不保夕的，完全是那种飞蛾扑火的，就要往这个行业走。其实最早的志愿是要做摄影师，那是因为当时因为程算眷村家庭父亲是一个厨师，妈妈就是一个典型的眷村妈妈，那所以家境呢不是像一般这么的宽裕的，所以当程考进了世新印刷摄影科，想要去做一个暗房，想要去买摄影机，买一些暗房的设备的时候，当他第一次跟妈妈开口要钱，要3万块台币的时候，程妈妈跟他讲说，我们家没有这些钱，你不要想了。所以程摄影梦立刻碎掉。其实他在大学时期，他就开始参加一些商业的演出。除了你可以赚到一些外快之外呢，他还在公共电视的演出啦，或包括在这个综艺节目里面跑龙套。他的来源，他的养分，其实在大学时候就已经储存了。我觉得是一个带这个天命，我就是必须要站在舞台上取悦大家，然后把自己的表演呈现出来。有点小丑的心情，我觉
觉得好像必须要让大家开心，然后必须要让大家觉得生活上是并不是这么的苦闷，然后寓教于乐这件事情是经由我一己之力是可以做得到的。成就不敢当，成绩有啊，做了很多事情。我一直从为了表演念世新，然后一直喜欢在舞台上表演的感觉，这个根深蒂固，蛮早，由来甚久啊，这个已经是快要不可考了。虽然才出道20年，可是感觉上似乎觉得自己从懂事以来，就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它跟我有非常非常密不可分的关系。广播是我觉得很奇妙的一个媒体，因为我没有想到我会做广播，这是第一次用信件来分享心情。同时，因为小时候听广播听得到这样子的内容，可它多半在深夜，你比较静得下心来听别人的故事，用很短的时间之内，包括就是看了几个片段字句，就能知道他自己想分享的事情是什么。所以让我自己在一个设身处地的能力上面开始萌芽。所以现在会主持《一代女王》，我想可能那是一个，所以你没有问我，没有想到这个，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在客家家庭长大的曾国城，从小的时候一定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客家的美食王子。他又是如何凭借着客家人坚毅不拔的精神，创下了当时长红的节目《黄金传奇》？客人欢迎光临，带你们分享美食王子曾国城的主持魅力。他有一种天生的领袖跟明星魅力，是他一站上这个台，那个台就是他的，这是很难被取代的。同样是做表演，有很多人是需要非常的用力才能够得到那个光环的，但是曾国城不一样，他是站在那个台上，他讲2句话，那个场子就是他的。他每一次的主持节目呢，都几乎是跟他的生活历练，跟他当时的一些生活的方式跟思考，他很恰如其分的融入在里面。他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光环在他的身上，他只要一站上去，笑料不断，然后所有的人会把目光锁在他身上，因为舍不得离开他的表演的那个过程。17年前，他刚退伍就加入当红的搞笑情境剧女丑剧场演出，捧他上天堂，同时也让他掉落地狱。我们那种刚刚退伍出来，呆呀，笨到一个无与伦比，无以复加了。其实有戏没词儿，有词儿没戏。猛记这个词儿，记完就，小晨晨该你了，你再不讲话，就是这样。你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不会演，突然觉得我是不是不该走这一行？回想这20年啊，挫败的当然有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刚退伍的时候，是挫败的，因为脱节太久，然后有点跟不上。这很像你留级之后再回去重念，感觉好像有落差。跟不上就会觉得自己不适合。那当然，晨晨在演艺圈第一个磨练他的节目又是连环炮，跟狼姑狼祖鱼一样。连环炮孕育了很多从短剧、从主持人才、从说学逗唱的人才。晨晨也是从连环炮里面的这个短剧开始发迹的。那我今天从早上一大早就跟一个拖吊车跟到现在，难道说我们今天是要抢拖吊车？是啊，要查这个名字，这不像流氓做的事情嘛，这个不干的事情。同时啊，我们是私车勒索集团，跟我作对，私车勒索集团。带社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养成的地方。我当时我很庆幸我自己从社团出来，所以我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能够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影响，我感同身受。当然，活动里面必须要有团康，所以从以前带社团就必须要接触团康这个部分。黄金传奇，我好，它就是明摆的就是一个团康节目，只是靠着2队去看谁最后回来拿金牌，对不对？谁最后回来可以开宝箱，这种因为我也好胜，我的荣誉感特别强。他好胜心驱使下，我觉得每次这样子在拼命的过程当中，然后就感觉到这种 teamwork 哦，再加上我是剧场，
剧场这样 teamwork 的精神特别被强调。我非常喜欢 teamwork， 那个节目对我的个性来说是如鱼得水。当年这个外景节目是一个非常大的外景节目，是曾国城跟王丽玲。王丽玲当时是台湾非常漂亮的女主持人，高挑漂亮。那曾国城跟王丽玲两个主持人呢有非常绝佳的默契啊！你从他们彼此的称呼，那王丽玲会称曾国城叫做曾公国城，然后曾国城叫王丽叫王妈丽玲，就他们两个人是非常的在工作上，在私下生活上，因为要出外景，要互相的照顾跟互相扶持，还有很多艺人要一起出去，那其实主持人负担很大的一个责任。所以在主持《黄金传奇》的时候，个性本来就喜欢玩。当时护照1年可能要换到2本，没有2年要换，一般人用到5年可能用不完，我2-3年就要换1本，里面所有的9%都是因为《黄金传奇》。我绝少能够有什么为了自己度假出国，然后盖了一个戳记，我有出去玩，no， 都是为了工作。那但是每一次你看他们的节目啊，你就会发觉曾国城他怎么样呢？他其实寓工作于游戏，或者是寓工作于玩乐，就是说他把工作跟游戏跟玩乐弄得非常的好，你会觉得。他在主持一份他的工作，他做的恰如其分的原因，是因为他本身也在游戏，在玩乐。Hello. Hi, may I please speak with Mr. Lin? You call the wrong number. 黄金传奇做了7年半，你看去过多少国家？我想起码20-30个有哦，我比一些空服员还多，然后再加上美食大三通。都是让我拼命出国，享受出国，了解国外一个非常好的管道。其实《黄金传奇》啊，当时没有得过金钟奖，但他得过一个金视奖啊。那但是曾国城呢，曾经很开玩笑、很幽默的说，新闻局应该颁给他跟王丽玲一个出生入死奖，因为其实看过这个节目就知道，他们在很大的风雪，曾经在日本出过外景，好，然后也到很多地方，在很冒险犯难精神下去呈现他们的节目，游戏节目是非常艰苦的一个表演。Can you try it? Sure. May I try it? Sure. Yeah. Sorry, excuse me. I'm a student, so I'm very no money, you know. Oh, okay. No problem. VIP discount. VIP discount. What size? Large. Large. It's large. Well, it's a large. yeah. There, better. Good fit. Yeah, I feel better. And cheap. Really cheap. How much? About this ticket. $100 American. What? 所以这个节目观众看起来是非常淋漓尽致的。那当然，这个节目其实锻炼了曾国城非常大的一个在外景节目上面的一个不管各种突发状况的一种应变。所以这个其实奠定了他作为后来做一个很强的一个主持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2001年主持生涯当红的曾国城，因为台中金钱豹白嫖事件，让他声势跌落谷底。形象，当时30出头岁的我们，以为自己长大，以为自己的情场得意，左右逢源。当时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打击，被其他艺人刻意毁谤的一件事情。恶意重伤的一件事情，那我当时其实非常的打击。人生中有高低起伏，客家美食王子曾国城在鸿运当头之时，却意外地传出了桃色风波。又到底是如何更在风波之后，让自己走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并且屡屡创下了一档又一档台湾美食节目完全无人可匹敌的高收视率。客人欢迎光临，带着大家一起进入到客家美食王子曾国城的美食世界。2005年，他跟他的女朋友终于一起步入了礼堂。其实这件事情呢，对综艺圈还有对很多媒体记者来说都跌破了眼镜，因为大家都不相信情场浪子终于要回头了。可是走到现在，事实证明，事业跟家庭都非常的圆满，一切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的美好。
不改搞笑本色，曾国城边走红毯还一边闹，直到得知新娘子 Cat 走到他身旁，曾国城忍不住红眼眶。新娘子维兔的小腹里已经有了两人爱的结晶4个月，套牢花心男。新娘子说，都是被曾国城给感动。我觉得他为我改变蛮多的，那我也蛮感动的，因为他很多，就是他做了很多事情都，就是让我很惊讶，给我很多惊喜。它等于是我一个宣示的作用，把所有的心血花在这一次，没有下一次。我觉得或许是因为大嫂的关系哈，我们说，大嫂很厉害，就我们所看到的曾国城啊，以前的人对他的印象好像是，天天应该在外面夜店混的这种人，其实后来在我们看到他跟大嫂的这个互动的关系，发现，他是一个很怕大嫂的男人哈。我个人觉得，就是大嫂其实管得住他，好像平常没有管他，但是曾国城很自律。不过这个荧幕上爱耍宝的个性，回到家却截然不同。这孩子从1岁半大概就已经蛮习惯从电视上找我，当时觉得好笑又好悲。他其实很疼他家人，那他也很孝顺父母亲，可是因为他的工作真的没办法。你知道，听到我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呢，这个蛮有趣的，就是他人因为出外景，他不在台湾，那找了我老板跟我来跟我们几个好朋友去他家帮他太太过生日，你看这妙了吧？居然找我去帮他过生日，然后去到那边，他的儿子说我要找爸爸。一般小孩就是我要找爸就算，他不是，我要找爸爸。第一个事情走去电视机把遥控器打开，对他来说，荧幕上面的那个人就是他爸爸，但是他看到电视的时间跟他跟人相处的时间，电视永远多的比平常相处的还来多。其实，如果你长期观察曾国城的这个主持的领域跟脉络，他的主持其实并不是偶然得到的这种成功，他其实是一步一脚印。那这种一步一脚印，也就是客家的精神，就是完全实事求是，一步一脚印，按部就班得来。我觉得第二个大型的节目让曾国城再磨练、再锻炼的就是《美食大三通》。我是这次主持《美食大三通》这么一段时间下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的吃相还不错。很多人觉得你吃相很贱，很好吃，看吃觉得我应该买来吃，我应该也去尝一尝。所以我想，如果往后还有跟吃有关系的广告，基本上我都非常希望能够尝试。那这个外景节目，其实曾国城走遍了从中国大陆开始啊，然后一直再到各个很多国家。那这个节目，其实在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发觉其实这个节目呢，就是说你又发觉曾国城又发挥了这种精神，这种精神呢，其实应该也算是客家人的一种精神，一种好胜好强的精神，而且就是做什么像什么的精神。经过这么多主持的历练之后，当他再来主持《新安大主厨》，或当他再来主持《一代女王》，他已经经历过婚姻跟家庭，有小孩，他作为一个人父、为人夫、为人父之后，他整个的人生历练又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另外一个层次。他现在主持节目是非常的如鱼得水，跟游刃有余，而且跟观众的距离是非常近，因为他非常的生活化。他主持的专业是没话可讲，他做过《美食大三通》，吃遍大江南北，可以说中华料理的一个精髓就是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他的味觉呢交代的非常清楚跟灵敏。我觉得他在对美食的品味上面，跟他了解的这个不管是知识或是尝试上面，他进步非常非常多，这是让我吓了一跳。大主厨大明星来下厨，婉婉你好。新南大主厨现在已经红遍东南亚，在香港播出得到好评后，飘香过海，连新马地区都抢着12月要播出。马来西亚媒体还岳阳专访主持人曾国城。看完这个节目，他就能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动手做，就能够把这道菜呢7成8成的这样子，可以做出7%、80%的效果，能够让每一个喜欢美食的朋友，经由我们节目变得活得很有成就感。很多人认为说美食就是吃，你讲出你的感觉，其实不是。你要讲到框框对面的那一群人，就是所谓的观众，要有感觉。那在这个方面，他做得非常非常好。其实不瞒大家说，包括我在录《美食大三通》之后，后来他因为工作上的原因，他离开了这个节目，我顺手接了这个节目，7%、80%都是他教我的。这应该是一个，我想他应该是一个一场梦，习练的练习。
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的老师，还是个好的朋友。因为我意大利面是跟詹姆士学的，所以我的意大利面做的比他好吃。我跟他互动做这个型男主厨节目那么久，只有2个字形容：用心。他对什么个尺度都很用心，对于菜肴熟成以后呈现的时候，味觉的展示的时候，他都很用心的在解说。马上就会有那个吃奶团包团来我们现场看，就2位主厨下车，马上就有了。曾国成、陈乔恩生动搞笑的组合在台湾广受欢迎，还有2位大厨阿基师和詹姆士各自精通中西式料理，让复杂菜色都能变成家常菜。来宾也是大有来头，大明星亲自下厨，加上新爸新妈 PK 赛。从15岁到50岁都是我们的观众的年龄层，所以我觉得你们马来西亚即将要播这个节目啊，你们真是太有眼光了，你们。而明年更即将在澳洲播出，让越来越多的观众都能看到台湾对美食的坚持。对，我们一致。对，随便讲啊，麻婆豆腐，你家有没有做过？你家不见得会做，你只会做豆瓣豆腐，你们那不叫麻婆豆腐。那一样叫麻婆豆腐，你家、他家、我家，做法就是不一样，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因为同一个菜在不同馆子吃到味道也不一样，成立吧？所以我怎么会担心菜会重复？做了5年的，邢台做5年，怎么可能菜会不重复？一定重复。再来豆干肉丝，常吃吧？不管豆干牛肉丝、豆干猪肉丝都可以，做法就是不一样。本省人做、外省人做也不一样，就这么奇怪。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菜会重复。我曾经想过，这菜我们有那么多菜可以支撑这么久吗？邢台大主厨做了5年，还真有些菜只出现过1次2次。菜还真多嘞。其实我发现菜谱啊，本省外省啊，中餐西餐啊，它真的能够让你斟酌出来的菜谱很多。所以有时候在阐释我们专业做出来的东西了，解释给观众朋友听的时候，它非常的到位。那么能说能演，那么讲得一口好菜。不要以为讲一口好菜哦，这个没有相当程度的内练呢，是绝对没有办法完成的。更何况呢，据我所知，他的家父就是我们的曾贝贝了，他本身是属于我们专业一个背景出来的。中间有很多很感人的东西，就是看到就已经掉泪的东西，像詹姆斯曾经做过的面点啊，它不是中餐面，他用日本的拉面。做出南洋的味道，这一个，还有阿基师曾经做过的那种隔空吊乌龙，我的天哪，气人啊，太棒了！然后那个乌龙面什么福报，他能享受这个环境，我好希望我是那个乌龙，那乌龙面我看是，Oh my god！那也因为家里的熏陶，因为父亲从小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大厨师，所以晨晨对于食物、对于美食，想必然有他的熏陶。这道菜重点是豆香，那个豆干香，还有肉，豆干要过油，再来煸炒，肉的味道如果肉香味没出来，不成立。然后要香，姜汤还要偏甜味。最怕的是鱿鱼被炒老。陈哥跟我们在一起合作5年多哈，那我们在互动当中呢，跟我们的一个感觉呢，他亦师亦友。跟我们互动的时候，他永远会扮演一个老师的角色，这个是他成长的地方。当然，他所谓的这个师，不是说师傅的师，他懂得在现场掌控节目的时候，保留很多让我们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呢能够充分的发挥。那么这个发挥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需要的。型男大主厨主厨口碑入围金钟，公司特别送上大红内裤，这样的惊喜，阿基师腼腆，曾国成却大方回应。我个人是会穿的，我不知道他。好了，老实说，陈哥其实都觉得自己会得奖，因为在第一次我们入围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因为我们第一次走红毯。然后就坐在那个位置上很紧张，然后还记得陈哥啊，他就是因为他本身很爱主持大局，
然后他就开始分配，就是得奖感言。到底谁会落马呢？各位 ，The winner goes to…… 哎呦，也是我的好朋友。哎呦，人多好办事。曾国城下一场，阿基师詹姆斯型男大主厨。我们都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奖哦，我们只是坐在下面很紧张，快要到我们，然后就兴冲冲的跑过来跟我跟阿基师詹姆斯，然后就说好，我跟你讲，等一下这种场合啊，上面啊就会只有几秒的时间，那我们用4个人，人特别多，那我们要分配你讲什么，我讲什么，大家几秒钟，然后最后在一起说型男大主说天天都幸福。哇，好，时间有限，我先讲。出道20年了，有10年投入在美食节目的领域里面，这是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各位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职业灾害已经在我身上看得到。这10年，其实1年长1公斤，它并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我的父母，对于我的家人，对于我的所有的邻居，他们都过得非常辛苦的日子，我知道。我们做的演艺工作人员是一个老天爷赏饭吃的工作，我真的很有福报，我是个老天爷做饭给我吃的，而且老天爷怕没办法好好照顾我，他还派了詹姆斯跟阿基师，所以我每天都能吃得到好料。整套流程都分配好，然后我们这边听就说好，就是一副我们已经要得奖要上台讲了这样。所以我猜他那时候其实还蛮有自信，觉得自己应该会得奖。美食王子曾国城，他对于表演的热爱到底是怎么样让大家无法置信？曾国城又是如何展露出客家人孝顺又体贴的个性，得到了屏风表演班导演李国修老师的青睐呢？客人欢迎光临，带你们进入这2个为戏付出一切的男人，他们2个人之间的秘密世界。我对什么都有兴趣，我真的很喜欢表演。目前综艺的主持、戏剧的参与、舞台剧的演出、广播节目，像都历练过，所以我是活脱脱就是一个喜欢表演的人。因为你的大学一定要参加社团嘛，他参加话剧社，那这个话剧社呢，开启了他对表演的这个兴趣跟喜爱。第一次见面是2002年，那个时候他回来屏风演一个戏叫做《北极之光》，那他回来的时候是2002年的大概2月回来拍戏，对，那是第一次跟他见面，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说哇，这个人真的有一点点，好像不到浮躁，可是真的就是有点油腔滑调，因为他太活跃了那个时候。这是第一眼的感觉，再来 feedback 很强的应该就是舞台剧了。从参与舞台剧，民国74年、73年参与舞台剧，后来加入屏风，到现在。从念世新参加话剧社，到3年级参加社会剧团，然后到4年级加入了屏风表演班，然后成为这个李国修先生，我这个亦师亦友、如兄如父的李国修啊。国修呢，当他的这个2弟子啊，大弟子叫郭子乾。国修跟晨晨他们是从世新大学的时候就等于说，晨晨是因缘际会认识的国修。晨晨跟国修的关系呢，就是像父子，然后是师徒，又像兄弟。那么因为他们认识的时间很早，所以早期呢，国修曾经跟我分享过，他说：“你看曾国城今天这么会演戏，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以前就是瞎鸡巴乱演。”然后呢，不好笑，但是就想尽办法要上台，很求表现的一个人。那当然，因为国修老师他曾经是喜剧泰斗，所以曾国城跟着他学很多东西，关于喜剧啊、幽默啊这一部分，都在他现在主持可能都会有一些帮助。曾文启是在之前面的3版都是国修老师自己演嘛。那国修在2010年的时候就说是不是让晨晨来接棒。后来他2010年跟我们演了这个第4版的《征婚启事》之后，我们再隔1年，就是2011年的6月份，又再做了一个9个场次的加演。那晨晨也特别播出时间，就是回来把这个《征婚启事》做一个完美的呈现。国修要出的角色版本是一个人要演22个角色，那国修就希望由晨晨接班来演这个戏，一个人要演15个征婚男人。2个人在诠释同一个角色上，他一定会有自己的方法哈。一个演员如果表演的跟另外一个演员做同一个角色长得一模一样的时候，那其实我就
这个演员就失去他演舞台剧该去创造角色这样的基本功课的可能。所以以晨晨来说，他自己面对这15个曾经国修演过的角色，但是他用他自己的方法，跟他所认为这个角色应该长成什么样子，他做了很多内心的功课，跟导演沟通。以前国修这样演，那我此刻我觉得，如果在我的呈现上面，如果用那样的形式，他觉得可能他做不到，但是他有另外一种的诠释的方法，他有另外一种味道跟感觉。那个时候晨晨1个礼拜7天，真的是7天半都要上通告，都要录影，每天的录影。但是他坚持，他要回来拍这个戏，然后帮国修接这个传承。所以在我看到他的那个态度是执着2个字，他很坚持，他拜托我们，拜托剧组的其他伙伴演员说，你们可不可以陪我拍戏？我只要有时间我就要回来。所以他回来过半夜1点的，半夜2点的，就为了把戏拍好。很多时候是他会有这样工作上 detail 的要求，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曾国城，他即使在大牌，他都非常的 care 他自己所未来要呈现的这个角色的状态。他要求的精细，我觉得可能跟国修，给他的这些很多的年轻时候的养成有很大的关系。对，他对这个角色负责，但是他此刻以征婚启事来说，他对15个角色负责，所以花的时间相对的也会更多。陈小姐，请你多多包涵我个性很拘谨，难道结婚以前不应该先交朋友吗？第一次 ，This is my first time。人心险恶，难以预测。9点半下班登去煮的，假赛棒本。婚姻是没有结婚的人想钻进去，结过婚的想钻出去的。意识杀小。我只知道义气了。他工作非常满，他的满是最高纪录，好像有6到7个节目，同时1个礼拜都要录影。他会自己一直把时间挤出来，这个就是他工作态度令人佩服的地方。但是在那个同时，其实已经开牌了1个月之后，国修老师就被告知是大肠癌。在那个时候，晨晨也在当时就知道了，所以你可想而知，他原本只是想说我来承接国修老师的戏，在演这个15个角色，哇，压力很大。但当他知道说老师已经生病的时候，他的压力是更大，因为他不能毁了这个戏，然后他一定要把它演好，尤其他已经排到一半，几乎没有在睡觉，每天通告，然后赶来排戏都排半夜的，真的是休息的时候眼睛都是闭着的，起来赶快排戏，然后就想把戏做好的时候，又听到国修老师生病，那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打击，但是同时也是很大的动力，对，所以他们之间，他对他来说，他觉得国修未来还是有一些戏，有一些作品，如果需要的话，他会继续演下去，这是他给我们的感觉，也是他表达给王月的感觉。那所以对国修来说，国修会觉得，以前是带着个徒弟，觉得这个徒弟优秀，现在反而因为这个团队，他愿意回来支持我们，他也有某个程度上面的感念，就是感念也感动。你心怀不轨，我是可以感觉得到。那你感觉到我什么了呢？你怀疑是我自己想征婚，但是不敢承认。还有呢？你没有很喜欢我朋友。我根本没有见过你朋友，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他呢？因为你不喜欢我。我觉得你根本不想征婚。人心险恶，难以预测。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那个直接的感觉非常过瘾，很直接，而且非常的写实，血淋淋的，不需要这个在第一线跟观众做这个完全直接的接触，很过瘾，考验你在整个排练场里面排练的成果。2009年的时候，我正式开始担任导演的角色，导演的工作。那个时候，晨晨他演的我的戏是《北极之光》重演的版本，叫中爱版。那一天是首演，首演的前半个小时，我集合演员，然后我要发一个保平安的红包。那在那个之前，其实晨晨虽然都
有排戏，但是因为他的时间那时候真的非常紧，那加上他是第2次在演那个角色，所以他觉得好像还 OK， 还游刃有余。但是当他走进剧场开始技术排练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戏跟以前不一样了。尤其这个戏是他的师妹在做了，不是国修在做的时候，他突然间在那个集合完我发完红包之后，他在侧台准备上台的时候，他压力突然大了，然后他哭了。然后是辗转其他的伙伴告诉我说，晨晨突然意识到说，这个戏是我师妹的戏，如果我没有演好，我会砸了他的第一个导演作品，我会对不起他。这是晨晨，他没有当面跟我讲，但是他是转达，但是就会觉得这个人他很重情感，他很重那个彼此之间的感情，他不是只是回来演演戏，不是说我是师兄所以我回来我一切都 OK， 你们就是 stand by 就对了，他不是，他在那个 moment 之后他觉得。我好怕，虽然我准备好了，但是我总觉得好像是不是不太够，我一定要比以前更好的，因为我们是全新的组合，我们不能让师妹的新作品有一点瑕疵，不能让国修老师有觉得遗憾。我曾经听过国修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晨晨那个时候反正年轻嘛，那好不容易打工存了一点钱，买了一台拉风的摩托车，车的牌子我忘了，就是很拉风摩托车。印象中国修提过，就是说这个欧多拜很快哈，就是曾国城骑出去，结果停在路边，这个车子就被干走了。因此，晨晨吓得不敢回家，因为爸妈很节俭，你花了这么大一笔钱买了一台这么觉得很帅的车，然后你给我搞丢，他就在外面都不敢回家，每天排戏都很沮丧。那国修就说：“晨晨，你不对劲，你怎么了？”然后他就支支吾吾才说：“我把我的车搞丢了。”国修二话不说，那个时候可能一台车，也许20年前可能要2、3万吧，现在可能就很贵了。国修就立刻买给他。阿扎里就帮他买了一台车，然后陪着他回到家里面去见父母，跟爸妈说他车子不见的事情。感觉出来国修对这个人的用心跟了解，他对家人的那个，就是说他不希望家人担心他。那爸妈给他的教育就是说你要懂得节省。那好不容易存了一点钱，挣了一点钱，想骑一台车好工作，马上搞丢。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在我们听来，现在可能对晨晨来说，或是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一台摩托车真的没有什么。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晨晨心里面那个感动跟那个感念应该是很强烈的。那他真的有某个程度上面的天赋，关于主持，关于娱乐。那他曾经有跟夏雨乔，现在他们在主持，他就跟夏雨乔说，一个好的演员不一定要会主持，但是一个好的主持人，你一定要懂演戏。所以他因此他还带了不少后来进来屏风合作的演员，包括夏雨乔、任辅，都是因为他跟他们说，你既然要当主持人，你就要懂得生命的态度，你要懂得怎么样演戏，因为你懂得扮演，你才知道主持人也是一个角色。晨晨是一个非常念旧的人，是一个懂感恩的人。国修在晨晨心目中是一个很大的背后的支持跟力量，跟他很根深蒂固的一个所谓他的好像是一个，我要怎么形容他？就是他背后一个最大的一个力量，关于他迈向演艺事业、迈向表演这个过程当中，他最大的动力跟最大的支持。对，那屏风真的就是他的家，他不是只有演戏的时候回来。我们的过去至少在我知道这10年过去，每一场演出，只要我们推出新的戏，或者是我们有定目剧演出，陈哥不管在哪一个场次，他一定会回来一场。客家美食王子曾国城经历过各种不同形式的主持与表演过后，现今更展现了客家男人的魅力。到底他心里对于自己以及客家文化怀抱着什么样子的期许？所以进而投入了更多的专业以及热忱在客家的文化之上。客人欢迎光临，我们带着大家听听曾国城从未在荧光幕前说过的 Man's Talk。我爸爸其实在厨房非常的辛苦。我爸爸这个角色，他算已经做到天了，我觉得他已经顶到天了，他能做的他都做，任劳任怨，然后很难看到他生病，因为他没有时间生病，然后非常寡言，就是做该做的，不啰嗦。他只要在家，什么事都他做，因为他觉得我妈一个人带3个孩子也很辛苦，什么都他做。所以他难得放假回来，你也没看他休息，他把家里面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他的工作。然后呢，
只要天气一好，你就把车洗得干干净净。我爸对我影响很大，我看那个男人必须为家里付出，我看到心里面去，不用啰嗦，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是客家男人要做的事情，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家里该你忙的，你敢说一个不字，不可能。在我们看到的晨晨，其实，对爸妈其实很孝顺啊。那对太太跟小孩，他有他一个男人的责任啊。我觉得他一直很知道自己在角色扮演上面该要做什么。我在客家家庭成长，身为一个客家子弟，我对屏东我的家乡有慢慢从小到大慢慢累积出来的感情，它很深。我在屏东的亲戚很多，我在屏东生活的时间有一点篇幅，不管寒暑假，不管过年啊，然后呢，我看到他们对于我参与客家的文化，不管是客家的活动，或经由转播的，或者是客家电视台的戏剧节目，总能让亲戚朋友在家乡的亲戚朋友会有一些感动的声音，或者会有一些开心的回应，这些反应都很棒。他们很喜欢看到我能为客家人多做一点什么，甚至于是用我的大姨丈还会告诉我说，怎么在电视上不多讲一点客家话，让大家知道你是客家人啊，对不对？我们客家人就是要讲客家话啊，什么这类的。客家人的精神吧，我觉得，就爸妈，从小给他的这些观念，就是随时要去想到未来，所以他非常积极的在事业上努力打拼。虽然说此刻工作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他总是能够在每个位置上面把那个角色扮演好。现在大概我们5年级尾段班的，6年级的，可能还会讲客家话。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针对的7年级、8年级生呢，已经开始在社会慢慢渐渐的崭露头角，而且有许多客家子弟已经让我感觉到他们其实只留意会听客家话，现在听不懂。客家电视台成立到现在，其实可以发现到他们的节目非常的活泼。他们也经常做得很年轻化，也希望能够向下扎根。所以我觉得我们成为这大众传播媒体的一份子，我们能做到的事情很多。其实，那借由我们的影响力和感染力，让人家知道客家人的不同，甚至于让客家人觉得这是客家人的骄傲。我们有客家人很多很珍贵的东西，文化也好，我们的生活习性也好。我们很多的精神是可以传承的，是可以分享的，所以我希望往后能够为客家人多做点什么。毕竟我觉得，甚至大家都叫我们讲自己的母语，对不对？原民台努力在推动，然后台语文化也在推动，那客家文化也应该要能够有什么样的方式？除了客家戏剧之外啦，因为毕竟台湾有很多腔调在那边，这要达到统一还需要一点时间。我们这生于斯长于斯，本身流着客家的血液，为什么我们要抗拒什么？我们能做就尽量做。我们5年级尾段班的人，要服务的就是那些7年级、8年级。我们意识到他们不会讲客家话了，会讲的太少了。那今天看到这样的播出，看到这样的访问片段，它只是一个在演艺圈工作的客家人，你们可能认识、可能熟悉的曾国成，他是一个客家人，那他觉得客家人的文化是非常珍贵的文化。所有在电视前面看到这段访问的所有客家人会觉得感同身受，甚至引以为傲，甚至引以自豪。客家人有很多的很珍贵的东西是可以传承下去，可以被发扬光大的。透过这访问，不都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的认同？客家人很优的，
我觉得曾国城才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他表面上看起来他诙谐幽默，好像有点玩世不恭，完全相反。他里面他整个人的外形于外，但是他反映在里面的却是一种他对于生活的一种坚持，对于生活的一种历练跟一种睿智。那这个东西完全是从跟他有很大的客家文化的底蕴，我觉得有很大而不可分割的关系。亲爱的陈哥，在屏风除了国修之外，你就是我第二个偶像，因为我觉得你给我很多东西，也教了我很多，所以如果未来的路要我祝福的话，我觉得你只有往上，不会有任何时候往下。往下的时候，就是你觉得你已经把想做的、希望努力的、想完成的都做完了，然后开始找到另外一个人生的目标，多陪陪大嫂，然后多陪陪你2个宝贝，然后找到你更幸福的一个人生的转捩。不当官万夫莫敌，实践出来就对了，做就对了，做你认为对的事情，做到大家做到大家认同，做到大家满意，就是这样。因为这是天命，我们就是必须要取悦大家，我们就是必须要站在荧光幕前面。这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的功能。我们能提供给大家的就是这些，做到大家喜欢，让我们能够成为大家生活中的一份子，成为你们觉得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娱乐工具——电视。我们在里面永远在这个镜框里面带来你们所喜欢的表演。简单讲。